等，连师傅都冇甲识。都大概做来了呢。做上面弄叫广播的哈。连主经音全墓地对啊，咧。人家起摆呢，人家人上课就买车啦，他们上道啊。可以放弃哦。到底放弃啊？是太咩？係啦。游下也袂下船哦。係啊。来姐姐借我。下面我今日請暗號嘅補娘。沒有。他真見嘅天報有點講來，如果改天啊，講到最快，最好。係啊。太美哦！我的天哪！你要把沙外線呢？最香啊落去哦。將這公眾影響強度，之前咪太妹嚟來。你門頭家講吼，太緊應該讓人拿出來。補娘做嘅康好現在記得做套餐。幾好食嘅。哦，吃的42年呢，50年呢，味道跑掉了啦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白強。今日嘅同歡喜來到新竹也到位哦，我貼起今日來也係太毛埔嘅3年宮。其實呢一片來到東道拜咧吼，呢一片吼主要我拜嘅先哦係三觀大帝，係客家人嘅信仰中心啊。冇錯，既然呢有客家神明呢來保佑一切天然，今日來到嘅潛水站呢會怎樣厲害？馬上呢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李志龍李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阿亮哥你好，還有青兒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希，大家好。阿鳳哥你好。這也太多男的了吧？所以雪玲節目來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有一種勢單力薄。啊，你需要我當女的嗎？也不用，也不用，當不起。好啦，3號隊呢來分享到鳳吹嘅潛水站，係啊，後邊呢係兩公婆哦，分享到嘅係假面太高老年教子，歡迎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好，實下咧看到好 MV 欄最後面副橋哦，標誌某一個反春玉樓撞春橋，歡迎。大家好。就全部都係副橋，你現在有認識嗎？有本身就有認識嗬。好朋友哦。係啊，來請教一下假面高老年教子嗬，到副橋呀，你會老太家推薦？來新馬街、紅馬街好兩位冇咧。哦，我來介紹富橋係3年宮，建議民嘅3年，也係富橋鄉嘅信仰中心。啲3年宮地位有福士道、三觀大帝、觀音菩薩、媽祖啊、祖上娘娘，然後文創大帝，這倆就是假嘢些當多人來倆聊。跟住都猜天應該有聽書呀，就到南洋馬街係冇，冇人會按了解。用喺廠頭參加嘅活動啊。哦，冇怪嘅，佢哋使要個動業是冇。香港啊，當然咧都會去沙期嘅共產地都駐滿60人茶室啊。啊，根本你就搶配晒叫我來聽書啊，親站到，因為呢，佢聽書陪你200。這個愛會循環，轉來個富橋啊，因為我本身係張六合家族係到富橋啊，也算是強鄉人啦，哈。除了羅街之外啊，還有馬街做啲推薦大家去好高誒。富橋好客文創園區，好客文創園區。個地位都有馬街。農會嘅地位都呢，當到特別啲客家人用嘅農具，未有嘅古禮服，睇下有機會做得起嘅。參觀好啦，因為家下吼種台之後是咱話講吼，你係強鄉人啦，被強龍相撞啦吼，所以實實來看一下今日兩組富橋人帶來精彩嘅比賽咯。料理鳳玉蛋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。兩嘴會因為太緊張亂分毛，還有兩嘴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好，要到係料理鳳牆頂嘅時節，睇起界條當上嘅團講，到底地度種嘅係乜食材？唔該，你想看一下叫咩菜色係乜嘅？叫咩做菜色係？辣子雞丁，雞丁，來派出一下來，兩組來猜拳一下。馬上來，
好，研究记。状态级。好，等一下我讲剪刀石头布这样做的出现哦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好，可以了，这个拍子。好，你先来选。你先来选。好，哪一张？哦，等一下哦。耶。主导三嘛哈。一。上。哦，干又不能跳就掉嘞。恭喜恭喜！怕怕，研究记我先要个抢的那样红的呢。好，哦，可以呀，来让选哈。你确定哦？确定。好，1、2、3。等，我不要开，你开。确定哦，总得改变的哦。好，来，辣子炒田鸡。来，唔讲。好，打开来。1、2、3。耶！哦，耳朵嘞。猪耳孔啊！猪耳孔。我觉得他来走的啦。来，那转移。哦。我趁下来改扎好，所以奔师傅来走咯。好，可能该他没注意体育的哦。这不是最地狱的。来，怕师傅来看。起价来，1、2、3。中了。地中啊！地中中嘛该做来了呢。好啦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爸爸买给你。那啥准备？你用啥？记啦。太多自家的啦哦。好，马上就来金行体育馆给挑战喽。好了，马上来金行亚馆的各组都已经拿到7届色彩的哈，抢告一下亮出新星模。哦，感觉到富球是本来有力头哦，等一下拿出两个实力来比赛耶！比赛马上倒数，3、2、1，抢开始。马上开始咯！你要得测最难的色彩是嘛？该？是矮的，是吗？总的哦。可是几株，你可以讲东南浅吗？当前未系啦。你有破係嗎？係破未唔好破啊。嗰叫圓圓啊。哦。你睇而家上用幫佢煮啊。反正樣。辣嘅東西，撈甜嘅東西，繼續當合啦嗬。未做得一重啊，啲而家是重嘅，是啲咩要加加甜辣醬用用啦。好嚟。哇，我最近要煮當風扇。怎麼解？因為其他都當你煮啊。當你煮不按都認識咧。咁樣講啊，搶高一下，我呀看個研究機切咧長條線。等一下你要煮用嘅莧咧，用炒啊。我講莧你要強用哦。莧呢？佢講嘅長嘅話也就可能要切絲啊。唔怕你做先天數比其他料，也做第二罐啊。哦，我開始切東西咯。誒，師傅問一下專業嘅問題哦，像個題目講哦，辣子其實係辣醬炒嘅意思，係也係要買個其他意思啊？炒不辣啦，就炒辣就可以了嘛。你都有去買想法嘛？糖豆跟辣子啊，煮的都比較難入味吧，因為這麼短時間。所以我們要把它炒辣一點。哦。剩掉料比走下，俾佢熱梅。你用啥油是辣嗎？冇是辣。哇！冇講凍辣。嘉明哥只吃辣妹。又冇講凍辣啦，因為左邊就又是辣嚟啊。哦。左邊又是辣。啊，你等下切辣椒，等下冇咩嘢木煮哦。等一下，人嘅生日我沒有切芎藥莧的哦。即係蔥條嘛，嗬。係啊。研究這種了解。一打嘢煮啊，嗬。我當手煮啦，我都買菜。一打嘢賣菜，賣反正50人晒菜嘅分量，賣咗本該一條志工要提煮，但煮我們就要幫他打便當，打便當本該錄音架起來又都要生長的啊，或者那個孤獨的啊，送膠卡起來。動住愛心嘅，送膠，每天哦，每天除個假日，好，我等下過來哦，嗬。傳染住咯。啊，問一下，你家下手度計咗個心情係嘛計？哦，當飯魚。哦。豆腐蝦就準備兩套菜講嘛？冇蝦肉。肉哦，行講呢兩三味係到沙氣嘅，啲味都天燒煮菜係嘛？你老風水用在沙氣嗎？哦，不說黑豆腐圈的係麼？啊，梁祝卻好朋友啊，今天下得了手哈，一定要哦。要。啊，今日做嘅辣子雞丁啊，等下我用慢走，因為個雞丁當中是裸體啦。個乾肉我就用米酒先醃過了。滷一下，看一下，嗰啲味都要嘛嘅。米酒啦，調油啦，佢就蒜條。
問一下，昨天先錄一滴滴嘅辣醬嗎？辣醬係啊？誒，可以啊。先錄過，等下炒醬嘅續接了，因為等下時間好短啊。確定你不會害人這組嗎？我剛剛是放個問號。他真的加很多哎。等下我哋還會狗腰。哦，狗腰。誒，因為等下還要拍個60秒左右用。好。好。應該冇乜問題啦。希望用到拍啦。好。好。講出來就講我。希望用到啦。係啊。希望啦。希望嘅係啊，希望嘅。而家未啱上。嚟讓你試一下，你要溫又辣的嘛吼。咁咪燒蝦兒未？係啦。燒蝦兒會下準哦。係啊。來姐姐借我。來種得啦。要上嚟啦。誒，你喺度煮菜啊？哈。係啊。吃看啊，吃看啊，為什麼？誒，又辣嘛，又泡得嘞，都得啦哈。來先。好。煮事嚟燒個粽得燒爽。係啦。那鮮鮮芋爽呢？一下就好嘞嘛哈。好，工人嗌佢片，好，來。好。哦，同好嘞哈，祝你共同好嘞。差不多做熱鍋了哈。阿哥平常時豆腐卡就停燒啦哈。啊，看那手夾的凍夾啦。你當認真洗碗洗廚啦。哦。去走跳啦。我感覺你應該係。你應該也是有下廚的。所以你該片該應用係用狗油停，啊記得係殺一下，嘛該先落去。用嗎？用嗎？用上。呀，用吼。用乜㗎？係，麥等下問啦。我定㗎，我問啦。你早就有上班了呀？係啦。我炒幾次又會放啊。你煮為煮嘛該菜，客家菜要冇？誒，木米。哦，真嘅哦。炒芒梨。哦。每次就盤不同啊，一沙一出菜，一道菜，所以用煮出來啊，特沙煮係冇重用。對，特沙煮係冇重用。大家一笑。阿哥喺地底，你喺鼻水。對。你都台天上班時，一鋪一鋪佢都記得咁清楚誒。哦，辣椒先落去。比表表梅比出，咁會香。你有冇想過去沙琪天數呢？放一點點醬。用到水冇一糖。先俾炒一下，調椒。點咯，冇冇蝦嘛。我看雞龍沙吼，青色和名呢。有神標。哦，先放啲入味啦。入味哈。好，等一下這樣都上來哦。我吃食困難，哈，要有快嘢哦，好。快半下。哦，你家下要看到，你冇加水，你係加酒，米酒黐一下哈。嘿，你用安靜哦。哎呦，跟你姓張的哈，他剛就一直跟我認親，他講，哎，你咩鄉音，我咩想中，結果唔衰哦。我當你諗得講好嘅嗬。連主群音全目的咧，兩個詞係半年內要學到咧。但是係坐半年內學做我咧。等一下，係唔好食咧，發就唔是好去啦。係哦，立刻不承認。係哦。哦，家下醬要炒過嗎？咁冇咯。來點湯。我那等下吃米糕哦哈。好。我炒到老氣咯。好嘞。成日嗰個병蝦兒嘛。即係白咯，辣辣。哦，你阿關火豬有漲價哈。我真見我唔會 Q 下。等一下再稱談啦。你有沒有 Q 下炒也係擺盤用啊？擺盤哦。擺盤。你要走在上學的。哎，剛才就好的哦。係啊。那我們要倒數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食困難，鐵管地度乃部開米西較好食咧。好，根本呢，一個用做辣的口味的，一個用雞肉，一個人哋用豬耳骨。來控下來吃食困難。來咯。你看你切得鹹誒，全部控用哦。你係湯挑嘅。係啊。哦。你咩？你梅哈。凍切。佢豬耳骨已經有湯面。
哎，你邊外邊買下好食。哦，安樣啊，這麼嘢哦喏。好吃好吃，有滿意嗎？滿意啊，好吃好，而且嘟嘟好辣，唔會用辣到會唔落去啊。對，裝哦，裝好，真的哦。你用啥吃到幾條做唔辦？好食，要熱味，搞到一個嫩，好食哈。係哦，最用啫。我咪吃到真好食咯。我不是煮過豬耳孔安樣炒，唔知講豬耳孔炒安樣蛋好食吧？嘿，你下完全下攬水嘅炒雞肉。哦，雞肉當嫩哦。一雞肉吼又嫩又嫩哦，一般咧。安好食呢。雞肉咧要冇到好哦，嫩啊。豬耳孔當好食，唔講我係講我係雞肉下好食。靚起來咯。冇要緊，做到唔好點解改點下？不過用人家都用炸沙器啊。炒。給到邊人就最有福氣，人家都全部按會煮完的。然後呀，好食麼？啱咩個？好食。哎，非常好。有嫩哈。唔會用辣吧？哎，唔會。唔會。阿姐應該下講嘛嘅。我講我係雞肉當好食，我話絕對買唔到啊！絕對買唔到，因為個雞肉吼又嫩又入味，有熱味。韓國吼，跟蒜頭個誒成日掛，加上講做乜個冇用落去強下炒哦，可能係因為係辣嘅雞肉，放到跟成日掛好清爽，係嘛？好吃吼，要煎哦，要喎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先來看李子龍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前鋒，好，你下看一下阿鳳哥七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票數，子龍師傅搶公平。誒，兩邊米都我做攏調到嘟嘟好，但是我要先一邊以為講，佢以為用豬耳講，佢咪用正常嘅食材，佢又做到軟面，後個又唔會跳硬。啊，天一點呢就係我以為講夾嘅。辣椒醬有炒到，較有辣椒醬炒到嘅異味嘅香味。啊，一片呢就較冇炒到嘅異味香味，但是兩片呢鹹淡呢是 OK 的。我係較想嘅炒嘅香味較冇香淡一啲。阿鳳哥，幾攞去反駁一下。好，嚟反駁一下吼。最慢冇強用嘅想法。因為本兩片吼，佢係介只想到真緊弄到凍吼，鋪到凍吼，嘟好嫩。謝。哦，時間差不多。兩片的醬汁啦，按個想法係講，佢個只係個豆瓣醬用到有點鹹，你咪做啲用啲個湯，咁去綜合一下。其實兩片都當啱片，哦，是麼？同時都係講應該口味啦。個茶無口用，唔過喺中國吼，我做一個辣子嘅一個料理嘅話，記得咯，辣頭瓣醬、辣椒誒，常常加一些糖去調味下。唔過真幾難嘅來嘅吼，我做下辣嘅口味，唔過可以加入其中，講一下阿鳳師傅愛用誒來做變化咧。哇！一般來講啊，是其中最多就溫糖嘛，哈，冇糖嚟做的。一般你係用下嘅做辣咧，你也是第一次嗎？時生講，佢好頂命喺超多。哎呀，我只是來試條哦。而製作當然攏都講好嘅吼。連主君應天目的咧。人家提白。面倒嘅。你怎麼這麼衰？你冇講解都唔上來開線群啊！一材料咁樣就唔知道個。然後牛飯走，高機都要走。好，我強咯。呢個係糖麼？一次群啊！你有沒有廚師幫我？有啊，廚師幫我。廚師幫我。好，簽啦，一條先來備料啦，哈。備料啊！哦，切咗要買了哦。對，他這個一定要磨。哦，一定要磨哈，你未啲哦，你來做。太足啦！敢吃到假呀嘅玉米筍、包粟筍，佢會切nhỏ一些呢？切刀。冇人家滾刀啦，哈。滾刀也可以啦。也可以的。做得啦，哈。你是故意不切他們講的吧？冇啦，我一般人傳統都會切滾刀。俺下看你識啦。哎呦，我哋展現佢也切過。係，當時看你識。俺也個切磨落去，又是看你識嘞。啊，你後面係滾刀嘛，哈。係啦，要滾刀啦。所以等下幾種咪係安樣切啦，哈。我人上堂用乜切啦？啱啱上到啊！你唔緊要貝貝哦，貝貝啊！你未啲哦。還係先破鍋這樣切啊？
做唔得。一定要先切张破。盐有流的哦。因为底下透出来温度辣子。因为啱啱 NDS 冇冰啊，有冰滴滴，一滴滴咧，一滴滴咧。哦，得嘞，这先弄俩哈。哎呦，先配料。我用烧肉做嘛个？咩配料？哦，炒料啦。先煸料。先煸怕。嘿。好，然后来切料了哈。有冇按到哦？看清楚咯。忙啊。看去用板切咯。哎，看看用板切啦哈。秘密武器登场。秘密武器。有个牛肥肥。咁样弄到肉加黏黏啦。好咯。哎，肉对我个几种嘅地北都有包嘛个红豆泥。你懂后生。好地冇包。黏没个。哎，木点有水。哎，可以放弃哦。到底放弃啊？可以放弃哦。混家下做嘛个混掉水啊？混水加焖盐。怎焖盐多啊？该嘛个混啊？地瓜粉、半酥粉、半酥粉。那婆姨唔哋會沖嘅粉粿嘛？哈。哎呦，粉粿。粉粿，哦那又強哦。哎呦，東牆成個搞嘅嗰種萊姆。哎，你嚟未住哦？好可以有可能美國外酥內 Q。對。哦。該是外酥內軟。皮哈略了焦焦啊。係啦。誒，啱講下嘅。焦焦啊。外酥內軟。講下就重要嘅。哦，辣椒先半幾煸。誒，仲要嫩。哦，你看我前面炒。等下你馬來做未做得？豆豆半幾煸嘅嚇。炒一下，等會叫。係啦。個油啊啦。係。好，我煸一下湯。係。哦。我啱啲嘅要湯哦。要啊。師傅，假使今日就碰湯未做得啦嗬？碰湯未做得啦。可以，太少啦。因為碰湯會帶帶有酸味啊，酸甜味。除了佢自然一方。哎呀，迄個係用米做嘅，把葡萄會變硬嘛？會脆脆安樣，你看。皮酥酥啦。你會弄啲地瓜粉是真意思嚟講，加普維斯即係會酥。係啦，然後點排同咯。誒，啲普維斯即係做咩安醃你咯？即我啱一陣講。哦。要啊，因為啲凍醃啦。醃咗係。醃半年內要學到咧。哈。但係炒半年內嗬就冇咧。等一下，係唔好食咧，發就唔是好起來。大家先靠後生。看起來是好食。應該你冇去到兩行就唔要求咧。看師傅做人好。所以我係宣傳咧。我嚟宣傳。嘅媽媽全部俾佢學到啦。講嘅哦。你姐咪到咧，包種咧。包種啊。包種啊哈。誒，對。好，長安兩時差唔多咧。這個要怎麼看呢？素時候咧應該看過。蓬的呀。哎，有一些種泡甜吧。對，膨脹就好了。好了，這個話蝦係也咩做啲蝦餃咧？個餃落去基本冇營養睇啦。哇！咩？你一定冷聽。哎，可以來當蘸料誒。哎呦，含醬哦。好，兩時做啲罐頭咧。哦，要下頭咧。因為你炒下球都叫佢溶開。喂，溶開啦。火候嘅掌控，廣東火啊。啊，感覺到。破緊冇破心。與且種嘅海參呀嘛。蒟蒻海參嘅口感。哇！辣子減重。哎呀，最好食咯。哇，應該呢，現場嘅睇起來對第一擺看到有幾種用泡、用炒來咧，觀眾朋友應該沒冇食過，我們幫大家來品嘗看呐。開始咯。哇，而家有人來給我們提示，要給董瓊嘅肉丸有沒有？跟外皮啊？有熊的，還有種醬熊的，你唔係咁好食咧。試過眼背哦。有。講這種做得按用音料理啊。誒，所以呀，所以來做一些，好食。做嚟讓眾聽講哦。好食咧。誒，你都冇選，你點講？我自己人呀。盤你咧，這個可以續誒，這好食誒。哎，對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會從我把料呢？
我必须颁一个发明者的一个奖状给你。奖状有啊？你创造了一套多好食嘅料理，我还破音。做安慰安用哈。对啊。你好。你再给我再闻2遍，我就带回家了。那我那里我给你。贵条鹅落去哦。姜的公众人咱上岛，这片卖大海妹的来。哎呦，你咪门头家讲吼，最大嘅鹅拢给拿出来。对啊，有昂我是哎，好吃啊！把昂我煮啊，好得好嘞。蒋嫂係啊，轉起波卡煮。當然係做得夠煙。大家都知我弄呢，當針的，香港吼，下晚落啲時間一下就都用起來。嗯。米頭要嘟嘟吼。嗯。你用啥吃到嘞？哦对，当我是，我吃都香香丽丽的。哎，不是吃过哎，当我是。慢慢试过，好食嚟记种啊！因為呢種嘅本身就都有甜甜嘅味絲咧哦。哎，放到個辣醬哦。呢種本身冇米頭。那你調得真厲害啊！煮好啦哈，各種凍度吼。哎，用沙琪的地北毒做在加一頭性嘅料理咧哦。讓大家大開眼界。是用師傅冇講包哦。對對對。或者啦，有肉然後海參嘅結合感。哎，真嘅。有種口感。素海參的概念哦。真嘅喺東站的哦，一個其中做按用周邊法，睇起來真係做了吃周坤啦。等於係講你一家之主專利的菜色。係啦，我著名係七牛鳳師傅。清站的，唔過呢，老太家講一下，頭前1比1咯。哎呦，雖然係好零散好朋友，唔過今日都帶奶煮做的樣呢，馬上來進行最半迷關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的背後都有無同樣的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2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哇！客家嘅本人家清厲害一件事情，就係講大部嘅客家什麼人呢，都會錄下嘅醬菜，即係講西菜西下就食中卡到位啊，哦，也就要存呢花豬攞佢滷起來，帶起來，康都面床大廈。講到錯咧，假使因為個小偷吼，我聽錯話，佢面孔大廈吼，捆住買東西，佢偷轉來，哎，就你吧。對啊，因為都已經講吼，客家人嘅什麼嘅地位度哦，學生人要13位做醬菜，你們就是第11、12位吧？大家今年春要帶來自家當厲害嘅醬菜哦。冇錯，古時呢，基本呢，啲亞關呢，鄉下愛來留，開始家來討論呀，最樣多醬菜料理嗌最強。風水強妹係，而哋我帶來嘅料理名人都嘛㗎。按到暗瓜吼咧炒5種嘅醬菜，五蔬煙花炒5蔬，暗瓜嘅炒5種醬菜。啊，做嘛會貼些先呀出料理？原本啊，從細吼牙婆，我帶到新福鄉，牙婆牙媽媽當會種菜，因為搭擺要買菜，所以佢到咧，其實我講意啦，因為鄉下。哈苦啊，滷起來啦，冇甜啊，所以滷到做天白冇菜時間是做得棒飯啊。所以我就學到咧，南瓜、小黃瓜、冬瓜全部都我。不說兩個係說呀，阿婆呀，媽媽咪頭。對。哦，不說你呀，特別係做嘅係媽媽咪頭，阿婆咪頭。談看一下，咱最近呢準備嘅醬菜係嘛？鹹冬瓜煮啊。紅燒呀，你喺後背要買故事嘛？唐講嘅槍勢是可以去種，即刻講。這個我喺大莊下是種菜嘛，你下時間是專門冬瓜會出來會打嘞，打得多，於是呢滷，當然就有食啦。煮湯也做得，煮乜嘅就做得。唐講你啊鹹冬瓜係你屋企嗬媽媽傳承下來。係媽媽傳承下來，我哋學多少？今天會拿出媽媽的這個味道。所以唐起來嗬，兩煮全係媽媽的味道哦。冇唔錯啊！基本呢你就看下咯。比人屋卡嘅一個滷嘅一道菜，米湯用白咩比人嘅好素呢？睇起嚟有信心冇？有哦，感覺我嚟變起來啦！好，
马上来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了。哇，哎，真嘅有一些火药味啦，哈。虽然係好朋友啦，不過最每一罐咧。嘿嘿，真嘅要講哦，哈，等下先來看一下呀，滷嘅鹹菜啊，滷起來呀嘅醬菜好什麼？好，來。呀，迄放個瓜誒，你啊甜瓜、暗瓜，你啊係。你看看，比看，你啊迄嘛個香瓜，哦，香瓜子，香瓜個拍拍個呀，呀，東香誒師傅哪批看啦？哪一本師傅批看啊？真的很香哦，還有辣椒籽哦，有多少啦？有兩辣啦，還有一條絲，嘿，咁有時候安慰用哈，對啊，哎呦。再給我再聞2遍，我就帶回家了。那我那裡我給你。哦，姓公嘛哈。嘿，講只是。今日用那個三層肉。對，3層肉。古時候有搶菜炒豬肉嘅。對。但係有煸到哦。我有會煸。佢哋切到東坡嘅。啊，做乜嘅會先3層肉？冇了全部醬菜，冇點油辣嘅。哎呀，這樣有一些鹹淡啊。對啦。有一些油較香啊。對。啊，個醬菜係自家滷嘛，哈，自家滷誒。小白媽媽教我嘛。誒，我啲咪要全部按摩喲。哦，有冇去睇？按摩喲，40人食咧。呀，有什麼嘢40歲？啊，70歲呢？有啦，真的，40幾年呢。佢兩人係差唔多誒。有點誇張啊！你們應該係後生啦，你係後生啦，讓我比。咁唔出來，你看，咁樣我現在請暗號嘅補娘，他真嘅嘅天賦有點講來，如果改天啊，最快，最好。係啊，呢條準備嘅辣椒，用唔用陰陽兩色啊？芒蜂。哦，你愛食大哈？芒熟透，自家種嘅嗬。誒，自家種。今日大陸嘅搶菜全部係自家種啊？你阿冇啦，你阿很難種啦，你阿係啦，你阿全部係啦，蔥咩係？係哦，蔥咩係？很厲害。嗱，我要先煸，我切片係嘛？係芒辣火啊。哦，該片你咪該上咯。哦，來，我看下煸。好，加油啊！好。哦。哎，你做嘅係嗬？哎，冇呀，你強太妹嘅吧？會香落去哦。將這公眾印象強多，今天那太妹來。哎呦，你門頭家講嗬，最太嘅讓人拿出來。這個是吳郭魚嗎？對，吳郭魚係吳郭魚，係吳郭魚，跟用下 Q 彈嗎？誒，好 Q 彈㗎，好味潮奶。不過做乜嘅有些那魚泡啊？因為佢好太聽好難受啊，先比煮好，梗係有飯麵麼？我變嗎？你可以係鹹瓜啊，唔啱我看到啊。啱冇批鹹瓜誒。哎呦，啱啱切的啲雞，一片啊，就切用盲切的，啱啱切的。哦。唔得到嘅海參係冇哈？海參。一甜白。尤其像冬瓜茶。青煙的吧？佢冰凍住，可能聽到。有超香誒，係啊，冇咁樣。一乜嘅瓜誒？一拍冬瓜哦，冬瓜，誒，你冬瓜。兩片啲瓜嘅香味攏冇咁樣。你鹹冬瓜係用乜做噶？片拿小片，好，切開來表面照水，就顏嘅顏色，會染一層冬瓜，一層染按滷หั่片，一講是曬比照，หั่講做頭醬啊，講一層冬瓜，一層頭醬，一層染按滷，係。啊，會變結油。變。最好成年是最好。哎，打開咗個讓人講下。一下冇嗌咧。一百度應該會調起來咧。太愛你哦！我的天哪！哎，4月8號我先呢。一米八有三斤兩位3斤。因為陳玉芝唔唔會講嘅嗬。唔會講哦。阿牛糖喺講係上癮吧？糖起到，糖起到，正義哦。哇！佢呢個 cam 靚麼？我記住 cam 靚嗬 ，cam 靚嘅即係讓佢講落去啦。啊，先半支見一下。來。哦。哇！香嗎？你會耶，卡面狗你會哦。是不是我們過來才換手的？補牛肉餃啊，跟乜嘅皮糖啊？椰糖。芥糖。濕嘅皮糖。芥椰糖。哦，芥椰糖。
你这边带来哦。这个秘密武器呢？那个调味。调味很厉害哦。椒粉。要懂厉害哦。睇嚟冇？我酒係啊。你要杀起的你挺好的哦。好。米酒哦。肉点。两用班已經外先挑起來咯。這個先攪一攪，底下要攪進去啊，莫該掛布糟糟啊。哦。掛布糟糟有冇先？莫點水。哦。懂嗎？放佢煨煮是同嘅。對，你要先嘅。哦。要按多水啊？會啦，等個水。會啊。會啊，煮水。80 cc。80 cc。一唔係80 cc。還有個比例啊。咁我多很多。哦。因為佢本來是要爛嘅啦。你今日講出嚟都好少。係啊，錯啊，我冇多很多數咧啊，因為我哋冇量啊睇咗啊。有個搶着位啊，就忙切好哦。唔啊，懂腳啦。你要切挑嘅哦。好嘞啊。好嘞啊。哦。將攞去炒呀。剛有天女散花哎。有。沒有。哇。你愛鋪正經凍魚咯，佢間肉又煎過，煎到安樣。那種都像顏色的。係啊。哦。甲種菜吼用煮肉煸出來個油吼，繼續煸。啊，個問一下吼，今日你下套菜用要準備5種嘅嗆菜啊。我想講，下醬啊。掛布吼有蝦味，冇一點豬肉，就是配啲啊，仔仔啊。哦。仔仔啊。咱想講要做五行啊吼。誒，我說用5樣色咯。一葱拍哈，攞蒜頭片，先落嘅凍我看佢啲講我邊凍黃先邊哦。要學到哦，哈。嗯，好，你先過嚟嘅邊推啊。冇出過來咯。哦。煎到擦擦的哦。冇邊嘅。誒，鹹冬瓜該下預先炒過咧哈。有。撈起清炒出用下咧。地度哈，蒙後熟湯。誒，應該水哦。他們那邊有剩高湯。有吧？冇剩哦，冇剩哦。冇剩。色香味俱全。哦，跟老婆一樣。他根本是5星級出來的嘛。係啦。有人嘛？邊邊有人。鹹冬瓜該下預先炒過咧哈。有。撈起清炒出用下咧。地度哈，蒙後熟湯。應該水哦，他們那邊有剩高湯。用吧。冇剩哦，冇剩哦。冇剩。有冇強壯嘅呢？我哋拿咧。哦，拿咧哦。好咧。好咧啊。你個料先要炒好咧，等下再加落去哈。加落去。有時候就要推2步。哇，都真到誒，跟米醬我老幾。放落去啊，那個料就放進去。現在就是小煨的時刻嘛，哈。啊，慢慢煨，慢慢煮。不要再講不好笑的笑話咯。哦，用啥嘢啊？一喊準備有重過咧，哈。冇。好，倒落去。啊，用豬口味啊？入味，慢熟。讓它煨到入味吧，哈。慢熟哦。你畢竟要做紅燒咩？個要愛傾咩麼？好，而家2把愛控起來麼？你可能去解一下喲，你鬼慢熟哦。頭要辣麼？等下試看一下哈。好。米酒。落這個啲。好。應該是啦。我夾起來做乜解啊？咁唔放棄啦。咩做咩病哦？咩冇老人講哦。呢條街係偏視，喺冇老幾多個。家就要難哦，不過點睇咧呢？我估解釋嘛。係嗎？唔是，拿咧，按拿咧。哦，自己試一下。跟米醬，跟起來冇俾人看。啊！他竟然跟米醬。咁每個控起來麼？藏不住了。藏不住了，藏得住啊！就像你的笑容一樣。藏不住啊！估解釋水啊用啊。係嘛？是，按住後咧。按住後咧。按住後咧。差唔多咧嗬。要炸過那麼多。哦，要破過啦嗬。好，來你看這邊，好了。哇！哎呀，可以了，懂想顏色的，都想要帶便當了。色香味俱全。哦，跟老婆一樣。我係叫妹水啊，橋妹水。佢真以為人下，個邊一直來嘅。唔會嚟。其實這邊蠻來。我試試看哈。好。
有好吃吗？不是嘞，甜的。甜的，甜的，因为我那系香菜，嘅瓜叫罐就甜梅啊。哎，刚俺娘做的出菜咯，酱菜呢就係你客家人最厲害嘅呀嘅代表，兩族呢都拿出不卡嘅這個傳家寶，編出來料理都帶哪部卡卡好食，馬上就來看下咯。哇哇，今日一關呢，兩族就忝厲害啊！你看見嘅，看。已經倒出來，已經擺入內邊，下面你給攤到條蛇嘅。哥，你看下呀，妞，家煮家就懂想顏色的。你咩川燙菜啊？啊，拜託安啲啊！呀，比川燙菜還較厲害嘅。日日來學。來，一定要放到你也唔怪行緊肉哦。日日來學嗬。好。那瓜就直接食，然後食。誒，你瓜係香嘅呢。家下係要看到辣椒籽，一肉當卵啊！唔係辣嚇。你做啲強下食咯？強下，你講夾吐司下好食。哦，阿哥，你竟然3千就好食哦！在家中地位提升了。這都有醬哈。好哦。阿珍你食到咧？好吃，好食，個梅好有辣，有熱梅嚇。仲有食到凍醬。春香姐你食到咧？我食到真好食咯。而家根本係5星級出來嘅嘛。係啦。有人嘛？真嘅有人。啊，你下完全還攬住60人份的無鍋魚。安排掉，體積排款都內。哎，我們這不是海鮮王子，應該很會分魚吧？我凍好食哦。好好吃。這個哈，也個暗冬瓜，蔬菜也個台灣調，混蛋應該會有些味道，可是完全冇，真見一起都冇，可能派會我沒有相關，當嫩當好食，好好吃。住兩個很少講，哎，我雞啲味都會有冇熟嗬？唔看，做啲白鴨度嗬，又嫩又熟，哎呦！還沒當小為冇熟呢。我重點係鹹冬瓜，好鮮哦！把那個魚肉的鮮味提到一個，哎呦，天通嘅等級，新高度啊，2度，你係照進去咧。啊，當好啊，點咩當會煮嘅？當嫩哈。啊，當嫩啊。本樣煮嘅較好食，記得煮嘅較好食。幾好食嘅。哦，專業擺低咧。唔係。來講本他，吃的40年呢，50年呢，味道跑掉了啦。好嘛？懂嘛？唔咩，其他較仔細啦。唔咩，強勢啊。所以個本樣咩啊，當然係唔做嘅好食。來，水妹咯。真的好。等下做一半分數啦，我自己講一下，哪邊係好厲害嘅，日日來講。我感覺最厲害嘅，挑擺嘅阿公阿婆檔案都厲害。我出肉姐哦，曾經要撈嘅阿公阿婆嘅梅子傳落來，有沒有？真的有接到那個味道。好，緊張的時間都了，馬上先來搶資料師傅搶本分數。一票了，你怎麼那麼冷靜？我拍手。喊住我，忙接收到，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。哈！有個3。慘了，我沒有辦法圓掉了。因為按了你先講，我幫你先講。好，我嘅想法係咁嘅，一邊咧我哋煮到肚肚真係當香，但是今日嘅主題係醬菜，客家人嘅醬菜最主要嘅就係醬香味，一邊又較轉乾，一邊較冇轉乾，較有味道，會回甘，再來一邊咧醬菜又炒過，醬香又去炒以後。香味都會出來，所以我選擇一邊。家下要炒啦，我要看到啦，記得講一下，我可能係曾經從台挑了，對啦，是不是這樣子？好，一定要講好一點。阿鳳哥，這兩片做到當好啦，你皮講，你根本連魚冇用，你用雞肉適當嘅。好，提點係講啊，唔該魚從台沒有啊，該魚嘅地步係冇梅頭，你係該醬瓜有冇炒手唔怕，你該肉面做得切點心。
嘅梅头下夹入落去。啊，食材正常就安样啦。啊，恁根本用别种东西，俺感觉你也让的。哦，啊，俺不两片嘅该煮肉，一层一层的梅头都有煎出来。像刚才志荣师傅讲，应该酱瓜没有炒过，酱气没有送的啦。哦，两片是正常的。它主要迄个暗瓜要先炒过啦，炒过个。英国黑暗牛啦，哈。不过讲真嘅，你嫌人家你吃那么多，你们两个，每次按多，一般是这呛呛的。我们是按到几个提拔有刚刚有不炒，两片面不炒，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按用卡好，一类按用你要全部东西都带走一。你们要是平手的话，礼物我们就没有人带走。真嘅。好事情。对啦。好啦，今日成绩已经出来哈，风水得到3分，蓝水得到1分，恭喜风水得到3000元的加彩金。拿对，来。好啦，大家来看一下咱这个礼物咯，冻好了系钛金盐不粘锅，哇，拿过1件呀，贵不？那专辑好不好？谢谢，很厉害呀！以后就做拿去沙去煮安用诶，就做得动真的。来，研究记老太先讲一下，你拜参加心得。你啊，一家之主，你不爱了只机会，我希望等帮我人多多介绍本其他沙去妹来参加。你看，最主要係講，你看按站的，今單槍切下來，還帶好朋友 Q 下來呀，特別電腦呢，來，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，咁樣講，老太下講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你要不要來參加一家之主？感覺學習無當多，希望係咪多多來參與啊咁嘅活動，希望大家。我過來啊，這過來哈，啊3000元我樣處理。買幾咩本本樣？唔，阿強啊，買個槍下本。行好，講好咧。最近這電動球哦，去準備動球哦，今年最末嘅老大家講下參加嘅感想好冇？感謝哈，這個舉手的單位，聲音一百2位安逸的場面，真的很榮幸，感覺很不錯啦，很好啊。大家都有觀摩哈，那個學習方向這樣子，謝謝你。你是不是有點難過？是不是？不是難過，不會，我不會說話啦。不會難過，但有一點傷心。也不傷心，我很高興。讓他講，因為體育白啦，就體育白是就體育白，好嗎？對，希望如此，好不好？期待你看白來。希望白最後姐，你老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嘅感想。兩位主持人，你好，你好。因為我參加了一家之主嘅節目咧，希望我係阿嬌姐，你介紹下對咯嘅。啊，根本佢讓咧，我未當歡喜，應該係半佢讓啦，佢未當辛苦啦，咁要歡喜冇？你要參加？根本佢嚟參加呢個節目嗬，我希望下擺還有機會愛本來來。好啊！我們節目啊，真嘅係這個口碑最好的，大家全部來參加嘅過後，幾乎每一個都會講，我都來參加。來，故所講你對今年開始嗬，真嘅用到老朋友，你都有特別有新嘅學習，然後有新嘅趣事，留睇下來分享。故所今日要擺當好菜，做得要邀請到德勝沙期嘅嗰邊睇出㗎，嚟下分享安參嘅菜，你看都有嘅客家種地都幾好誒。這個活到老學到老，活到老呢，好料嘅事都老，真幸福哦。該下吼，記得韓本來看吼，記得沙琪嘅相片哦。真勁哦！你沙琪沒動態啊，也有這個棚子啊，就得以你個沙琪哦，韓白哦，還好東英會參加。哇！那阿嬌姐還講說，她要做人力中介，就是所有嘅朋友窮下來報名參加，所以到填司機嘅前面嘅朋友吼，家家打電話本 Andy 哈，哦，報名專線已經塞爆了。不一定，等下大家都搶到德勝沙琪去看啊！吼，總共已經呢，分享睇次間來分享廿部卡嘅後面套，你就係個廿三期地度嘅後面是來到一家之主，然後睇次間來分享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